財務自由一啲都唔自由㗎，你要實現佢要犧牲好多嘢，過程中都未必係快樂。假設一個40歲想退休嘅人嚟講，佢起碼要揸600萬喺手。我以一個月入4萬蚊嘅工程師為例啦，其實佢月入幾多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佢剩低幾多。你可以見到佢呢度嘅支出大概係12000蚊啦，喺租金方面。而其他嘅使費咧，就係大概2萬零蚊左右，咁 total 開支就31600啦。咁我哋租金佔咗一大部分都唔緊要，重點就係如果佢喺40歲退休之後，到佢80歲為止，佢係需要有1500幾萬喺手先至夠佢嗰40年生活。但係咁又唔使咁灰心，唔係講緊你要15年儲過1000萬去退休，呢樣嘢更加唔現實啦。你只係需要有一個本金去投資一啲7% 嘅回報，或者6到8% 呢啲回報資產，每年派出嚟嗰嚿息咧，就可以夠你去cover每個月嘅開支啦。以呢條數息為例，佢指呢一個嘅例子只需要550萬啦，就可以夠佢退休咯。佢只要將呢550萬投資喺一啲年化回報7% 嘅產品裏邊，咁佢每個月就會攞到31600蚊，咁會一直攞落去。但係其實呢條算式係一啲都唔現實嘅，因為佢冇咗好多假設啦。先唔講通脹率啦，一啲比較複雜少少，例如市場嘅環境啊、跌市啊，個7% 每年都做到啊，又或者係儲嘅錢會唔會去到中間儲唔到，甚至佢支出會唔會增加，呢啲其實都未計落去。複雜嘅因素嘅話，其實要去考慮好多嘢。但係先唔講呢啲住，我哋諗下點樣儲到呢550萬，同埋點樣利用呢嚿錢去投資。你會諗嘅就係你會將嗰500幾萬放入一隻產品，定係平均成本咁去放，每個月放落去，甚至放喺唔同嘅產品。而嗰樣嘢又係咩嚟？風險又大唔大嘅呢？我哋諗下點樣儲呢嚿嘢先。儲方面其實一啲都唔難，但係非常之乏味。一個月入4萬嘅工程師，佢每個月剩低9000蚊，其實佢都算慳嘅啦。最大嘅支出係租金，咁對於佢嚟講，佢都唔使點慳啲咩，其實1萬蚊都好夠佢退休。咁對於某啲人嚟講，點樣去儲夠錢呢？咁就真係啱啱所講嘅，你一啲都唔自由，因為你要少啲去旅行啦，你要買少啲甩手嘅嘢啦，食少啲貴嘢啦，唔買模型啦，唔買 luxury brand 嘅包包啦 Hermes 啦，唔買車，甚至減少你去飲酒應酬嘅。咁你要達到呢個財務自由呢，咁你之前就唔可以咁自由啦。而要達到財務自由，要消除4種心態，而呢種4種心態就一直影響住你去達到財務自由。第一種就係奢華心態。喺香港呢個咁物質嘅城市啦，買車買樓買錶買呢啲 Dior 啲好正常。重點就係嗰嚿錢一啲都唔細啊！即使你10萬蚊都好，月入都可以做資產或者使晒。咁你要去控制嘅呢種奢華心態，你要知道你嘅目標目的係想要啲咩先。如果你冇一個長遠嘅計劃目標，就係想即時享樂嘅，咁其實 OK 嘅。但係如果你唔係喎，你話有一個 planning 想買樓結婚，甚至買完之後都仲有好多錢去使，佢中間40歲退休，仲有好多時間去玩，咁你就要留意下你而家後生嗰時嘅使費，你點樣去 plan 一嚿錢，你點樣用嗰嚿錢，呢個位係好影響住你未來嗰10年20年。你越後生去買少啲嘢去投資，越容易令到你去致富發達。咁呢種呢樣嘢係咪個個都啱呢？就取決於自己。有啲人覺得好悶啊，嘥晒啲時間做埋啲無聊嘢，完全係浪費咗青春。咁亦都有啲人會覺得係浪費錢啦。青春同錢呢樣嘢要攞平衡。第二樣嘢就係暴富心態。暴富心態呢樣嘢好緊要。對於大部分嚟講呢，佢哋成日都會想靠一啲嘅短炒啊、即時嘅高回報產品去幫佢賺好多錢。例如佢會聽到一啲新聞講話喺 Bitcoin 度賺到1000幾萬啦，喺熊市度炒底升翻上去執咗幾百萬，或者朋友喺外匯度炒外匯又賺咗好多錢，日本外匯之神又賺咗成億咁樣。呢啲咁嘅消息聽到之後，有邊個會想放嚿錢10幾20年去慢慢穩定去滾啊？快啲賺到梗係快啲好啦。
但係呢種心態暴富心態係伴隨住嘅無知啊！點解啲人可以喺入邊度賺到錢？因為佢哋嘅認知同能力都夠，佢係知道嗰個情況會升上去，又或者佢哋做好風險管理，走到離場。如果唔係，你變咗一堆就係以前嘅 GME 咁樣咯，GameStop 嗰單嘢，大家都升到上去，但係識走嘅又有幾多個呢？呢種暴富心態伴隨無知心態，係令到你冇辦法去財務自由，而亦都係講緊嘅係七大罪入邊嗰種嘅貪啊！你想去貪到更加多嗰種貪婪，而你又冇能力去控制到呢種貪婪，認知上面達唔到，你就會蝕好多錢。第三種心態係匱乏心態，又同暴富心態好似嘅。你因為匱乏，你越冇嘅嘢越想去得到，越想快啲去得到。就好似個比喻就係一個好肚餓嘅人，至食減肥，佢本身控制力都唔錯噶，但係佢喺一啲誘惑大嘅地方，咁就會令到佢嘅慾望強啦，就會想食多啲嘢，甚至係去破戒使錢。咁一個冇錢嘅人，佢又會想揾多啲錢。喺股票市場入邊有咁多誘惑，就容易因為匱乏心態而亂咁去做投資，完全係冇策略，冇一個情緒控制，即係知道有賺錢嘅機會，但係唔用腦嘅成嚿嘢都係。而最後一種心態就係社交心態。咁社交心態同啱啱講嘅奢華心態有啲唔同。呢度講緊嘅係你平時出去食飯 social 咯。其實對於大部分人嚟講，飲酒應酬係好正常嘅事。不過你條數點樣計呢？一餐都 Shisha 飲酒都400、600蚊落，咁一個禮拜2次，咁小數怕長計，呢單嗰條數都唔少噶。而對於某啲男人嚟講，仲要埋張單，去一啲 Shisha bar AO 咁樣，都要1000幾蚊落樓。咁嗰度你可能一個月都使6、7千出嚟。咁講真，如果你攞去投資嘅話，甚至去做一啲注碼控制，即係你大部分嘅錢都長線去投資，而剩低嗰6、7千就可以做啲短炒啊，或者搏一搏。咁其實嗰個嘅回報都好可觀。而如果可以消除呢4種心態嘅話，你剩低嗰啲錢攞去投資，假設70%，又係好快就達到財務自由啦。亦只係辛苦可能5到6年就已經好足夠。但係問題係70%呢樣嘢現唔現實呢？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唔現實㗎。單係佢平時租樓啊或者買車都已經使咗佢一半。一般嘅使費啊、應酬，甚至對於一啲做業務嘅人嚟講，例如做保險啊、地產或者一啲唔同嘅銷售行業，要經常去應酬、出席一啲商會活動，嗰個嘅支出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即係社交心態呢樣嘢，係好難去完全消除。咁好消息嘅就係你唔使70% 咁多錢。你只需要1萬蚊，但係時間長少少，你都可以做到呢個財務自由。我用一個唔使用腦最簡單嘅例子為例啦，年化回報14% 嘅 QQQ， 佢係同 S&P 好似嘅 ETF 啦。咁你只要將60% 左右嘅比例放入去啦，而大概40% 或者30% 嘅比例放喺2倍槓桿嘅 QQQ， 即係 QLD 度。而剩低嗰10% 放喺一啲低風險嘅產品去 lock 住你嘅回報啊，或者避險，你平均年化回報都有14%。你將10萬蚊本金每一年咁樣投入落去，你38歲嗰陣時就已經可以達到510萬，就已經達到你想要嘅金額。然後45歲嗰陣，你已經揸緊1500萬啦。呢樣嘢係簡單容易。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你現實上都係做唔到噶。點解啊？現實係有好多假設冇列入去，你有啲結婚嘅例子啦，甚至一啲市場環境啦，你要考慮到每一年都有機會大跌市。如果跌咗40%，你又係咪真係守得到？然後你會因為過分重視回報率高嘅回報率，而做出好多錯誤嘅抉擇啦。呢度講嘅就係嗰個暴富嘅心態咯。你見到每一年總會有啲時候會大跌，即使嗰一年平均嚟講都係升，
但係你喺嗰段時間，你可唔可以忍住唔賣出去？你屋企人可能會問你跌咗咁多，你打算點啊？你要嚿錢，你又會唔會攞翻出嚟？咁呢個令到你唔可以 lock 住你嚿錢長期投資。更重要嘅就係追求高回報嘅你，會非常容易受到交易情緒影響，因為你重視嘅唔係策略，而係個回報。而一啲少少嘅消息或者新聞就會令到你恐慌，即刻沽貨或者做錯決定，或者你根本成個決定都冇策略，只不過係靠聽翻嚟或者睇落去好似會升翻上去咁樣，頻繁咁買出買入啦，你冇一個大方向策略，做短線定長線都唔知，冇一個嘅規劃，你冇諗過將短線嚿錢賺到嘅攞去長線攞住佢，呢啲你簡單啲講就係無知啦，或者係冇知識。正因為你重視高回報，你更加唔會睇得起一啲低回報嘅產品，例如保險啊、定期啊、國債呢一啲嘢，你會覺得太慢攞住嚿錢。但係問題其實唔關嗰個產品事，低回報有佢存在嘅原因，佢安全、佢穩定。但係你無知或者知識唔夠，同埋唔理解嗰個產品特性，就會佢覺得慢冇用，而買一啲期指期權啊，或者係一啲你覺得會爆升嘅股票，咁你衰咗嘅時候，咁你咪浪費咗錢同埋咁多年嘅時間咯，亦都錯過咗放啲錢喺一啲用時間滾出嚟，慢慢去累積複利式嘅產品，浪費咗成個嘅機會。咁出邊去投資嘅方法其實有非常之多，每個人有唔同方法，千人千術，千人千線。咁重點嘅就係你個心態，唔係個技術。出邊有好多投資班，其實佢教嘅嘢都未必啱你用。你需要嘅係一個簡單嘅方法，唔使用好多腦。尤其是你係做公務員啊，成日 OT 冇時間去投資嘅人，更加需要一啲唔需要成日 mon 住，亦都唔需要頻繁出入買賣嘅產品，因為你根本冇呢個精神時間去睇住個市或者去諗，亦都冇時間學投資，又或者去做其他唔同嘅決策。你應該就係將嚿錢分一部分攞去慢慢去滾，然後剩低嘅時間慢慢去學，慢慢去做。咁呢個情況其實講緊嘅係30% 嘅技術同70% 嘅心態。技術唔需要太多，心態先至係最緊要。祝大家財務自由成功！